继续关心新北市一间高中的国中部，一个国中3年的学生举刀啊挂着同学的颔棍啊，甲胸坎，受伤的这个学生，即嘛是也搁咧抢救。摕刀啊的查甫学生，甲西龙的查某学生，即嘛拢互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，互移送少年法庭。落尾举刀啊这个学生是裁定收容，啊那查某学生是交付监护人带转去管教。 新北市有一间学校伫学校内是爆发冲突，一个国3的查某学生，敢若是要替共学校查某学生来出一口气，摕刀去攻击隔壁班的查某学生，涉犯杀人未遂，互移送少年法庭了后，动手的查某学生互裁定收容。涉嫌叫伊去做的查某学生是即副监护人，但原本救护通报讲受伤的人颔棍互美工刀啊划着伤，但是警方调查了后发现伊颔棍胸口这地所在互拄着伤，根据是警刀。 他过去的事件因为有涉及个资，我这边就真的不太方便。当然是明确禁止，可是他带的时候，你因为没有办法对他直接做搜身的行为，所以是侧面的部分。 涉案的学生方表出讲，伊过去是不时拢炸刀去学校，佮传出讲因为伤害前科，伊拄对校管所出来，但是学校无证实，敢若讲警仔刀是违禁品，禁止炸入来学校，会强化管理学生炸刀入来。迄边的管区是表示讲，启动校警联防，接到查报若是事实，会照校司法这规定来处理。 虽然拢讲会严查严办，但是学校嘛承认讲，目前事务的执行是有难度。若你有含证据无够，是袂当直接敲车。就算老师坚持要检查私人的物件，伫这进前嘛要经过学校主管单位授权才会当。 目前受伤学生由医疗单位全力救治中，校方也已经初步完成个别学生团体的班级的辅导。 这个案件内面受伤的查某学生，本地是已经无喘气和心跳，曾也克服大救治，目前伫病院的加护病房继续抢救观察。新北市教育局长2日嘛去到病院来关心，而且派心理师、社工师等等去到学校对目前事件的师生来做相关的辅导。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适应不良的小孩，在学校里面本身来讲，学校就是小社会的缩影，所以他整体上面来讲，他的不适应现状就会在学校里面层出不穷的出现。所以这情况之下呢，会不会造成他一种自我英雄化的一个概念？这是更需要去理解的。虽然讲法案动机搁来厘清，但是学者嘛讲，无排除涉案的学生是透过这种行为来展出家己的价值，甲家己变作是另外一种英雄。加上即摆的教育是较无在教囡仔处理情绪，嘛建议学校强化学生面对冲突和沟通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